中有數。2014年10月27號，美國密歇根州上半島一個得3000幾人嘅小鎮，有個女人去到當地警局門口，落車之後一路大叫：你哋要幫下我啊！我個 friend 失咗蹤啊！見到佢成個身仲喺度不停震。佢要報失蹤嘅人叫 Chris。當時無論係佢定係警方，都唔知呢單失蹤案背後牽涉嘅唔單止係一段婚外情，更加涉及一對夫妻，一個收埋咗好多年嘅秘密。故事要由密歇根州上半島一個叫鐵河市嘅地方講起。鐵河市英文叫 Iron River， 呢個地方四周圍幾乎全部都係原始森林，附近大大細細嘅湖相當多，好典型嘅美國北部荒野景色。夏天嗰陣，湖邊沙灘會有遊客過嚟 camping 啊，玩下水啊。但一到冬天，成個環境就係另一回事，因為呢度緯度高，天氣非常凍。通常每年10月已經開始落雪，雪季可以一路去到第二年4月。而鐵河市之所以有呢個名，同佢過去嘅礦業歷史有直接關係。19世紀末，呢一帶發現咗高品位鐵礦，之後鐵路開始鋪到入嚟，一大批礦工同埋移民不斷湧入，礦場啊、冶煉場陸續建立。最興盛嘅時候，呢度曾經係北美鋼鐵產業鏈其中一個最主要嘅鐵礦來源。Iron River 就係咁嚟㗎啦。不過去到20世紀中後期，隨住產業轉移，加上當地高品位鐵礦逐漸枯竭，礦井一間執完到一間，昔日嘅繁榮慢慢消失，人口亦都開始不斷流失。去到後來，鐵河市同五大湖沿岸唔少工礦城市一樣，被納入美國所講嘅鐵鏽帶。去到案發嗰陣，全鎮常住人口得返3000幾人。2014年10月14號星期二，鐵河市已經入秋，氣溫開始轉凍，但當日陽光仲算平靜。53歲嘅 Christopher Regan 好似平時一樣早起身準備返工。Chris 喺底特律長大，高中畢業之後加入美國空軍，一做咗20年。而佢一直都好以自己呢段從軍經歷為榮。退伍之後 ，Chris 加入咗 Oldenburg Group 嘅軍事裝配部門，做團隊主管。私生活方面 ，Chris 有過2段婚姻，2段婚姻各有一個仔。佢自己好中意鐵河市呢種自然環境，夏天會去撐船、踩單車、行路，冬天就會去冰釣。不過住得耐之後，佢開始有樣嘢頂唔順，就係呢度冬天實在太長。2014年春天 ，Chris 已經同成年嘅大仔傾偈，兩父子傾下傾下，發現大家都有同一個諗法。佢哋開始覺得呢度冬天真係又長又凍，不如換個環境生活啦。最後兩父子決定一齊搬去北卡嘅阿什維爾，之後亦都各自喺當地開始揾工。去到2014年10月中 ，Chris 已經成功揾到一份新工。合約都簽好晒，原本安排10月15號去做新公司要求嘅藥物篩查。去到11月1號，佢就正式離開密歇根州，搬去北卡開始新生活。喺離開之前嘅10月14號 ，Chris 照常去 Oldenburg Group 返工，因為就快離職，所以佢只係做埋最後幾日。但就喺嗰日收工之後 ，Chris 人間蒸發，冇人再見過佢。去到第二日10月15號 ，Chris 冇返工。一開始公司入面冇覺得有咩問題，但係過咗1日、2日、3日 ，Chris 依然冇出現，電話又搵唔到人，亦都冇人可以講到佢去咗邊。呢件事開始變得奇怪。皆因 Chris 平時係一個相當可靠嘅員工，非常有交代，幾乎從來唔會遲到。佢啲下屬亦都好中意佢，甚至有人話 Chris 係佢哋遇過最好嘅 supervisor。但係由10月15號開始，佢好似突然之間從鐵河市消失咗一樣，因為連續3日無啦啦冇返工，最後公司按照合約將佢自動解僱。喺呢個時候，公司入面好快有另一種講法，
大家都知 Chris 已經喺北卡揾到新工，所以有人估佢係咪已經做厭咗呢份工，索性唔返呢？甚至連招呼都冇打，提早離開鐵河市。嗱，如果單單由公司角度睇，呢個解釋似乎都講得通。但有個女人始終覺得唔對路，佢叫 Terry O'Donnell， 係 Chris 嘅前女友。Terry 本身係一個小學老師，佢同 Chris 其實早喺1980年代初已經識。嗰陣時 Chris 仲喺軍隊服役，兩個人喺一間酒吧上面相識。不過當年通訊唔似而家咁方便，之後兩個人慢慢失去聯絡，直到好多年之後先至喺 Facebook 揾翻對方。2010年 Chris 結束咗第二段婚姻之後，正式同 Terry 拍拖。當時佢仲駐紮喺 Marquette 附近嘅 K.I. Sawyer 空軍基地。退伍之後，去到2013年 Chris 更加搬到去鐵河市陪 Terry， 兩個人一齊生活咗大約1年。對 Terry 嚟講， Chris 好有性格魅力，開朗溫柔，識得關心人，而且成日都會笑。Terry 非常之中意 Chris， 佢一直希望兩個人可以維持一段穩定專一嘅長期關係。但係後來佢發現 Chris 除咗同自己拍拖之外，原來同時間仲有同鐵河市其他幾個女人約會。所以話咧，開朗啦、溫柔啦、識得關心人啦，同埋成日會笑，唔等於專一噶。喺後來嘅 documentary 入面，呢幾個女人講起 Chris 嘅時候，評價竟然非常一致。佢哋都話 Chris 對女人好甜，亦都好識得點樣令女人開心。但對 Terry 嚟講，呢種關係佢真係接受唔到。不過分手還分手，兩個人並冇反面，相反仍然 keep 住好好嘅朋友關係。每個禮拜至少會見2-3次，亦都會講2-3次電話。而有一個時間點之後，亦都成為 Terry 認定 Chris 出咗事嘅重要原因。10月14號朝早，亦即係 Chris 失蹤嗰一日， Chris 仲有傳訊息俾 Terry。兩個人當時傾嘅係之後感恩節點樣一齊過。一個仲約緊你星期幾之後點樣過節嘅人，突然之間完全冇晒消息。Terry 越等越覺得唔對路。去到10月23號 Chris 已經失聯9日。Terry 終於忍唔住親自去到 Chris 嘅公寓，但屋入面冇人。之後有 Chris 嘅同事話俾 Terry 知，有人曾經喺2號國道一個長途巴士轉乘站停車場見過 Chris 架車，一架灰色2013年款現代雙門轎跑。過咗幾日 Terry 親自去嗰個停車場，架車真係喺度。表面睇一個人將架車泊喺長途巴士站，最直接嘅解釋當然係搭長途巴士走人啦。但 Terry 見到架車之後，唔單止冇放心，反而更加擔心，因為佢知 Chris 非常之珍惜呢架車，佢根本唔似會將架車長時間擺喺一個 outdoor 嘅公共停車場，完全唔理。亦都係因為咁 ，Terry 決定即刻去報警。Terry 呢個決定正式揭開咗呢宗案真正嘅序幕。Terry 去到警局嗰日，值班嗰個叫 Laura Frizzell， 佢係鐵河市警察局局長，亦都係密歇根州上半島地區第一個女性警察局局長。Laura 自細同3個兄弟一齊長大，細個嗰陣佢爸爸曾經分別幫4個仔女寫低一個代表佢哋嘅標籤，而寫喺羅拉嗰張上面係家庭保護者。作為屋企唯一一個女，爸爸反而將保護者呢個角色交俾佢。羅拉一直非常以呢件事為榮。警校畢業之後，佢加入警隊，由最基層嘅巡警做起。當時佢亦都係警局入面唯一一個女性巡邏警員，無論駕駛定射擊，成績非常出色。而且每個禮拜佢都會堅持做5日重量訓練。喺警局做咗18年之後，羅拉喺前1年，即係2013年，先至正式升任局長。不過鐵河市本身人口唔多。佢手下成支警隊連埋佢自己都只係一支得幾個人嘅小型警隊。當時鐵河市警方最頭痛嘅其實唔係殺人案，而係毒品。2014年前後正值美國中西部鐵鏽帶鴉片類藥物問題最嚴重嘅時期之一。
早年礦業興盛，大量礦工因為長期勞損依賴處方止痛藥，後來礦井一間間關閉，大批中年礦工失業，收入下跌，情緒問題亦都隨之增加。當處方止痛藥開始收緊之後，一啲平嘅海洛因就慢慢流入呢類小鎮。鐵河市亦都成為密歇根州上半島其中一個毒品流通節點。舊礦區住宅一帶因為吸毒而引發嘅盜竊同埋搶劫案件時有發生。而羅拉自己離婚之後，仲要獨力照顧兩個女，工作同埋生活其實都唔輕鬆。好啦，翻返嚟10月27號嗰日，本來羅拉下晝3點鐘已經收工，但因為同事有事，佢幫手頂更，一路做到4點半。偏偏接更嗰個同事又遲遲未到，羅拉仲趕住去接個女放學，所以佢唯有先鎖咗警局個門口，準備走人。當佢啱啱坐上自己架車，就見到有個女人將架車停咗喺警局門口，落車之後一路喊行過嚟，嗰個人就係 Terry。羅拉見到佢咁，行上前問佢發生咩事。Terry 成個人不停震，唔該你幫下我啊，我個 friend 呢失咗蹤啊。鐵河市人口少，鄰里之間好多都互相認識，嚴重傷人案件本身已經唔多，更加係幾年都未必撞到一次，所以 Chris 失蹤呢件事，羅拉由一開始已經相當重視。而一單前後追查足足2年嘅案件，亦都由呢一刻正式開始。當晚女警 Cindy 先幫 Terry 錄口供，之後再同 Terry 一齊去返 Chris 嘅公寓睇睇。因為 Chris 住緊嗰間屋，其實係 Terry 爸爸媽媽嘅物業，所以 Terry 有後備鎖匙。個門打開之後，屋入面相當凌亂，周圍擺住好多紙皮箱。第一眼望落去，的確有人準備搬屋。個窗開住，但有幾樣嘢令到 Terry 越望越唔安樂。Chris 平時要食嘅藥仲留喺屋企，衫褲亦都冇全部帶走。台面仲擺住新公司俾佢嘅聘用信。隔籬仲有張清單，寫住搬走之前仲有乜嘢要完成。好啦，如果 Chris 真係突然提早離開，點解連平時食嘅藥都唔帶呢？點解搬屋清單仲擺喺台面呢？對 Terry 嚟講，眼前嘅情況只係進一步證實咗佢最唔想相信嘅嗰個可能性。佢後來回憶，我當時好驚啊，我知道佢一定出咗事，我甚至已經覺得佢可能唔喺呢個世界。如果唔係，佢一定會聯絡我噶。之後 Cindy 再同 Terry 返去停車場檢查 Chris 架車。由於冇車匙，警方最後破壞車鎖，強行打開架車。入面冇 Chris 嘅車匙，亦都冇佢部手機。但 Terry 發現咗一樣好反常嘅嘢。Chris 平時幾乎從來唔會除低嘅護膝，竟然留咗喺架車上面，而車窗位仲黐住一張便利貼，上面寫住一條行車路線，目的地係舊卡斯皮安社區一間住宅。嗰一帶屬於舊礦區住宅區，治安亦都比較差。警方當然要查清楚，究竟 Chris 點解要去呢度，而呢個地址又屬於邊個嘅呢？就喺同一時間，局長羅拉從另一條線索查到一件事。羅拉啱啱好識得 Chris 公司 Oldenburg Group 嘅一個人力資源部職員，所以佢直接打電話過去問下 Chris 喺公司最近有冇咩異常。結果對方話俾佢知 ，Chris 原來同公司一個34歲已婚女同事有婚外情。呢個女人叫 Kelly Corcoran， 而佢老公就叫 Jason Corcoran。最關鍵嘅係 Chris 架車上面嗰張便利貼，上面個地址正正就係 Corcoran 夫婦嘅住所。於是乎，警方隨即去到佢哋屋企。Cindy 上前敲門，出嚟開門嘅係 Jason。Cindy 就問佢 Kelly 喺唔喺度？ Jason 就話太太唔喺屋企。之但係當佢講完呢句， Kelly 就由屋入面行咗出嚟。面對警方， Kelly 睇落相當鎮定。佢話自己本身係印第安納州西北部人，2014年1月底先同老公搬嚟鐵河市。搬到嚟之後，佢先後喺五金店同埋家庭餐廳打工，去到同年5月先加入 Oldenburg Group 做電器裝配工，亦係喺嗰度識咗 Chris。Cindy 直接問佢同 Chris 究竟係咩關係。Kelly 一啲都冇回避，
直接認咗自己同 Chris 的確有婚外情。不過佢話最後一次同 Chris 聯絡係10月13號，之後就再冇 Chris 嘅消息。佢本身仲覺得 Chris 連招呼都冇打，直接搬咗去北卡羅來納州。Cindy 問佢：你老公知唔知你哋兩個嘅關係㗎？Kelly 居然答：哦，佢知㗎，佢唔介意㗎，因為呢，我哋係 open relationship，即係嗰啲開放式婚姻啊，彼此絕對坦誠，我可以同其他男人發展關係，佢都可以。喺呢種關係下，我做嘅嘢唔算背叛㗎。而 Kelly 講呢番說話嗰陣，Jason 就企喺隔籬，面無表情，一句話都冇講。之後 Cindy 提到警方已經揾翻 Chris 架車。Kelly 聽完之後好隨意就講咗句：哦，佢以前好中意嗰架車噶。就係呢一句令到 Cindy 即刻留意到一個細節，因為 Kelly 用嘅係過去式，唔係佢好中意嗰架車，而係佢以前好中意嗰架車。嗱，個 point 就係 Chris 當時只係失蹤，警方根本未確認佢已經死亡。咁點解 Kelly 提起佢嗰陣會咁自然用咗一個好似對方已經死咗嘅語氣呢？喺呢一刻 Cindy 心入面即刻起咗疑心。但問題係鐵河市警隊人手本身已經少，而且幾個警員都冇真正處理過兇殺案嘅經驗，所以案件好快交由密歇根州州警一齊介入。州警之後分別約見咗幾個人，包括報案嘅 Terry、Kelly 同埋 Kelly 個老公 Jason。Jason 第一次接受警方問話嗰陣，留俾調查人員嘅印象係一個身體狀況非常差嘅男人。當時佢體重超重，行路都好慢，甚至由張凳企起身都相當吃力，個人嘅情緒亦都明顯非常低落。Jason 一路喊住同警方講，自己曾經冇過一個腎，又做過背部手術，長期健康問題亦都影響到性功能。我唔係一個合格嘅老公啊！除此之外 ，Jason 仲有抑鬱症同埋焦慮症，一直要靠藥物控制，有時甚至會有自殺傾向。而喺2014年9月，即係 Chris 失蹤之前大約1個月，Jason 先啱啱因為精神狀況出咗問題，入咗醫院1個月。警方問佢對於太太同埋 Chris 有婚外情，究竟點睇？Jason 就話自己當然難受，亦都覺得婚姻可能就快完，但佢冇得揀，我只可以接受。如果唔係，佢就會離開我啊！講到呢度 ，Jason 耷低頭抹一抹眼淚，但佢堅持話自己從來冇見過 Chris， 只係聽過呢個名。同老公相比 ，Kelly 接受警方問話嗰陣態度完全唔同，佢顯得比較冷淡，防備心重。甚至有一種事不關己嘅感覺。Kelly 話自己最後一次見 Chris 係10月13號晚，兩個人只係喺 Chris 嗰間公寓一齊食咗餐飯，之後就再冇見過。當羅拉直接問佢 Chris 失蹤同你有冇關係， Kelly 話冇，之後仲反問點解會同我有關呢？ Kelly 再次強調 Jason 本身係一個好容易為好多嘢操心嘅人，但對自己有其他男人，佢係唔介意，所以根本冇理由因為妒忌而殺人。好啦，去到呢度，州警亦都曾經考慮另一種可能，就係 Kelly 會唔會一直受到丈夫控制，甚至因為驚 Jason，所以唔夠膽講真話呢？但 Kelly 答得非常肯定，佢話自己一啲都唔怕老公。好啦，當警方再查落去，先發現呢段感情關係原來比想象中更加複雜，因為 Chris 並唔係當時唯一一個同 Kelly 有關係嘅男人。喺同年9月初 ，Kelly 仲同公司另一個啱啱入職嘅男同事發展咗婚外情。呢個男人叫 Eric Erickson。Eric 年紀唔大，啱啱入公司冇幾耐，亦都係 Chris 手下其中一個員工。因為初來報到，人生路不熟。偏偏就係呢個時候 ，Kelly 主動對佢表現得非常熱情。對一個啱啱去到陌生地方做嘢嘅後生仔嚟講，呢種關心自然好容易令人受落。
Kelly 就同 Eric 講自己同老公 Jason 分咗居㗎啦，只不過兩個人暫時仍然住喺同一間屋。而 Eric 一直以為 Kelly 嘅婚姻其實已經名存實亡，所以兩個人好快開始交往。但有一次 Kelly 同 Eric 去湖邊約會期間 Kelly 部電話不停響， Eric 就問邊個打嚟㗎？ Kelly 就話係 Chris 啊。 Eric 聽完之後即刻好唔開心，因為去到呢個時候佢先開始發現 Kelly 同 Chris 之間有關係。去到10月下旬，隨住警方正式調查 Chris 失蹤案， Kelly 同 Eric 之間嘅關係亦都跟住結束。而警方查到呢度，成件事就開始變得相當複雜。Chris 同 Terry 分咗手，但兩個人仍然保持密切聯絡。Chris 同已婚嘅 Kelly 有婚外情，但 Kelly 同一時間又同 Eric 發展另一段關係。至於 Kelly 老公 Jason 就話自己知老婆出軌，但只能夠接受。哇！一下子 Chris 失蹤案變咗一個相當複雜嘅四角關係。所以羅拉認為，除咗 Jason 之外， Eric 亦都有可能因為妒忌而對 Chris 不利。有見及此，警方安排 Eric 接受測謊，結果 Eric 全部通過。完成第一輪問話之後，羅拉就問一齊辦案嘅州警點睇啊？兩個州警嘅答案同羅拉心入面所諗嘅完全相反。州警認為基本上已經可以將 Kelly 同埋 Jason 排除，原因喺佢哋眼中，呢兩公婆睇落去根本唔似有能力殺人。至於 Eric， 州警亦都唔認為佢係兇手，反而州警將注意力重新放返一開始報案嘅 Terry 身上。佢哋覺得 Terry 同 Chris 明明已經分咗手，但分手之後仍然咁關心佢，甚至每星期見幾次，打幾次電話。喺州警眼中，呢種關係有可能代表 Terry 根本冇放低，所以佢哋提出一個可能性，會唔會係 Terry 因愛成恨，得唔到 Chris 就索性毀滅佢呢？但羅拉始終唔認同，因為由佢第一次接觸 Kelly 開始，就覺得呢個女人好有問題。最早引起佢注意嘅，當然係 Kelly 嗰句，佢以前好中意嗰架車噶。人哋 Chris 只係失蹤， Kelly 就已經用過去式講佢，但呢個只係第一個疑點。警方再檢查 Kelly 同埋 Eric 之間嘅短信之後，羅拉發現第二個更加實際嘅問題， Kelly 講大話。之前警方問 Kelly 知唔知 Chris 架車被發現嗰個長途巴士轉乘站， Kelly 就話自己根本唔知嗰個地方。但係喺佢同 Eric 嘅短信入面，警方發現 Kelly 之前曾經主動叫 Eric 去嗰個巴士轉乘站同佢見面。仲有一個時間點令到羅拉覺得非常奇怪， Kelly 同埋 Eric 當時關係正打得火熱，兩個人平時幾乎日日都會傳訊息，但由10月13號去到10月16號，亦即係 Chris 失蹤前後嗰幾日， Kelly 突然一條訊息都冇覆 Eric， 好似成個人完全消失咗幾日。直到之後再次聯絡 Kelly 先同 Eric 解釋，就話自己前幾日呢去幫一個朋友做咗一件大事啊。究竟係乜嘢大事 Kelly 冇講。而羅拉之後再向電信公司攞 Chris 手機嘅通訊記錄，結果又揾到另一個問題。 Kelly 一直話自己最後一次見 Chris 係10月13號晚，當晚兩個人喺 Chris 嘅公寓食飯，但偏偏就喺呢個時間， Kelly 老公 Jason 部手機同 Chris 部手機之間曾經互相傳過訊息。好啦，呢度要釐清少少，警方由電信公司攞到嘅記錄只可以睇到通訊時間同埋電話號碼，但係睇唔到訊息內容。除非警方可以直接攞到 Chris 或者 Jason 部手機，所以當時警方可以肯定嘅只有一樣，喺 Kelly 話自己同 Chris 食飯嗰段時間， Chris 同 Jason 兩部電話確實有訊息往來，但 Kelly 就堅持 Jason 根本冇可能傳訊息俾 Chris， 如果真係有，都一定係自己攞咗 Jason 部電話嚟用。更加奇怪嘅係 Chris 失蹤2日之後， Jason 精神狀況突然再次崩潰，最後要去精神治療機構接受治療。
一個又一個疑點加埋，羅拉越嚟越信 Kelly 同埋 Jason 係成宗案最值得查落去嘅兩個人。但係周警始終唔同意，甚至喺羅拉後來嘅講法入面，周警因為自己係州級警察，一直覺得無論係人手、資源定係經驗，點都比你一個鎮仔嘅警察專業啩，所以對羅拉嘅判斷一直唔太認同。佢哋依然按照自己嘅方向調查，一次又一次上門問 Terry， 想從呢個前女友身上揾到突破口。但係查到11月，鐵河市已經開始大雪紛飛，成個小鎮都被啲雪冚住晒，而 Chris 仍然係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成單案開始棘咗喺度。但羅拉仍然冇打算放低 Kelly 同埋 Jason 呢條線。11月，佢索性唔理周警點諗，自己一個人再次去佢哋夫婦屋企。今次羅拉將 Kelly 同埋 Jason 分開，逐個帶返警局問話。但係兩個人嘅答案仍然一樣，唔知，乜都唔知，對 Chris 點解失蹤完全唔知情。問完話之後， Kelly 更加直接向周警投訴，就話羅拉一直騷擾佢哋兩公婆。但羅拉反而更加覺得 Kelly 呢個反應正正符合自己一路以嚟對佢嘅觀察。羅拉認為 Kelly 其中一個特點就係非常識得將自己放喺受害者嘅位置。但係去到呢度，周警再一次提醒羅拉 Kelly 同埋 Jason 唔係兇手，叫佢唔好再糾纏呢對夫妻。去到呢個階段，基本上成個調查團隊都冇乜人支持羅拉，佢只可以自己繼續追。但亦都喺呢個時候，先後有兩個人主動揾上門。而呢兩個人之後對成宗案件都起咗相當重要嘅作用，兩個都係私家偵探，其中一個叫 Molly Baron， 佢以前喺周警嘅法庭證據實驗室做咗幾十年，退休之後專門幫人揾失蹤人口。知道 Chris 失蹤之後， Molly 甚至自己拎2000蚊出嚟做懸紅，希望有人可以提供 Chris 嘅下落。至於另一個私家偵探叫 Jim，佢做咗一件更加關鍵嘅事。Jim 喺 Kelly 同埋 Jason 嗰架皮卡車底盤下面裝咗一個定位器，而呢個定位器後嚟發揮咗關鍵作用。時間去到2015年3月5號，Chris 已經失蹤咗接近5個月。羅拉終於由檢察官手上申請到搜查令，警方第一次可以正式進入 Corcoran 夫婦屋企認真搜查。當日羅拉帶住私家偵探 Jim 同埋其他人去到現場， Kelly 同 Jason 就被安排坐喺警車入面等。搜查一開始，警方已經發現呢對夫妻屋企收埋咗相當多武器，刀啦、弓箭啦、槍械啦，幾乎好似喺屋企任何地方隨手立起一樣嘢都可以用嚟傷人。但真正令到警方留意嘅係天花板。屋企原本白色嘅天花板上面，竟然有非常多細細點點嘅紅色噴濺痕跡。就算明顯重新油過一層白色牆粉，下面嗰啲紅點仍然遮唔晒。警方即場做魯米諾測試，結果呈陽性。呢啲紅色痕跡好大機會係血，但係可惜，因為表面已經擦過牆粉，而且亦都可能曾經用某種清潔劑處理過。警方最後冇辦法喺上面提取到 DNA。 喺地下室入面揾到一本屬於 Jason 嘅筆記簿。 Jason 似乎一直都有寫小說，而嗰本小說最初嘅標題叫點解惡魔會匿埋，之後又改成惡魔匿喺邊，英文就係 Where Monsters Hide。 更加離奇嘅係，小說入面每一章嘅標題似乎都係一種罪行。例如其中一章就叫殺人犯，而內容入面仲寫咗一啲相當怪嘅句子，例如獵物知道獵物嘅氣味，獵人知道獵人嘅氣味。當然，單憑一本小說唔可以證明一個人殺過人，而更加重要嘅係，今次搜屋似乎真係令到 Kelly 同埋 Jason 開始緊張。當晚大約10點，警方啱啱結束搜查離開。冇幾耐 ，Kelly 同埋 Jason 帶埋生活用品，揸住佢哋架皮卡走咗人。
幾日之後 ，Kelly 打電話俾住喺對面嘅鄰居 David Saylor， 一路投訴警方騷擾佢哋，仲話搞到佢哋以後都唔想再見到鐵河市嗰間屋啊。之後一段時間 ，Kelly 不斷打電話俾鄰居 David， 問警方有冇再去間屋啊，又問下單案查成點啊。Cochran 夫婦就咁失去蹤跡。嗱，之前咪講過，私家偵探 Jim 已經喺佢哋架皮卡車底裝咗定位器，透過定位信號，羅拉發現 Kelly 同 Jason 一路向南開，最後翻兩個人嘅老家印第安納州霍巴特。而去到呢度，警方亦都開始重新了解呢對夫婦究竟係乜嘢人。Kelly 同 Jason 其實由細已經係鄰居。Jason 1981年出世 ，Kelly 比佢細2年。Kelly 高中畢業冇耐就同 Jason 結婚，去到2015年，兩個人已經結咗婚12年。兩個人亦都曾經讀過普渡大學。Kelly 主修心理學，而 Jason 今次翻老家之後，就再次入讀普渡大學，主修商業管理。按照 Kelly 爸爸同埋身邊嘅朋友形容，兩公婆嘅性格可以話係完全相反。Kelly 外向，好識講嘢，亦都好容易同陌生人熟絡。Jason 就安靜得多，性格內向，除非講到自己好有興趣嘅話題，如果唔係，平時都好少講嘢。而當兩個人一齊嗰陣，通常都係 Kelly 話事，由佢決定點做。朋友亦都見過兩個人有時會嗌交，但係從來冇見過佢哋真正喐手。結婚之後 ，Kelly 同 Jason 曾經喺印第安納州做生意，主要幫人安裝、維修同埋清潔泳池。兩個人做咗差唔多10年，但呢份工好粗重，做得耐 ，Jason 條腰開始出現問題，最後腰椎問題情況嚴重到冇辦法再做泳池維修，兩公婆盤生意只可以就咁結束。去到2013年底，兩個人決定換個環境。搬去密歇根州鐵河市，其中一個原因係當地合法使用醫療大麻，而 Jason 希望可以用嚟減輕長期背痛。搬到鐵河市之後 ，Jason 一直冇嘢做，成頭家主要靠 Kelly 養。而兩公婆當時得一架皮卡車，平日亦都係 Kelly 揸住架車返工。就喺搬到鐵河市之後 ，Kelly 識咗 Chris。嗰陣時 ，Chris 啱啱同 Terry 分手。Chris 比 Kelly 大成20年，但兩個人相當夾，因為佢哋都喺大城市長大，性格又係一樣咁外向、咁健談。返工期間，兩個人經常一齊休息，公司入面嘅同事都慢慢睇得出佢哋關係唔係咁普通，亦都開始有啲飛短流長。之後 Kelly 同 Chris 正式發展成婚外情。兩個人經常去 Chris 間公寓一齊煮飯、一齊食飯、一齊開心。之後 Kelly 再返自己屋企，呢段關係一直維持到 Chris 失蹤。但隨住警方繼續訪問 Cochran 夫婦以前嘅鄰居，一啲更加令人不安嘅細節開始慢慢浮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證人就係啱啱提過住喺 Cochran 屋企對面嘅 David Saylor。David 同阿嫲一齊住。因為 Jason 平時冇嘢做，日日留喺屋企，身邊亦都冇咩朋友，所以有時會同對面屋嘅 David 傾偈。而 David 同警方講咗一件事，佢就話 Kelly 之前向警方聲稱 Jason 根本唔介意自己有婚外情，其實講咩邊鬼係啊？兩公婆啊，經常因為 Kelly 出軌而嗌交噶。Jason 甚至曾經同佢講自己心都碎埋啊！亦即係話，由案件一開始 ，Kelly 一直向警方強調嘅所謂開放式婚姻，至少喺鄰居眼入邊，根本唔係佢講得咁簡單。而 David 嘅嫲嫲卡露蓮更加記得2014年10月某一晚發生過一件好怪嘅事。佢忽然聽到砰一聲槍響，之後又聽到有人好大聲講嘢。於是乎，佢咪行去窗邊望出去咯，見到喺街對面有一個女人，附近仲停住一架着住車頭燈嘅轎車。嗱，呢個細節好重要，因為 Cochran 夫婦當時得一架皮卡，
所以卡路連當時見到嗰架車唔係 Cochran 夫婦嘅車。之後卡路連仲聽到一個男人用比較低沉嘅聲喺度吹：快啲啊，快啲啊，我哋快啲離開呢個鬼地方啊！而同一晚 David 亦都聽到 Cochran 屋企有一種好刺嘅聲不斷傳出嚟，好似有人不停用工具打磨，嗰啲聲一直持續去到凌晨2-3點先停。而之後連續幾晚 Cochran 屋企都不斷傳出電動工具嘅聲，鄰居就覺得有啲怪，有人走去問 Jason： 喂，你點解半夜喺度又唔瞓覺？咦，用嗰啲電動工具啊？ Jason 就話：唔好意思啊，我自己瞓得唔好，所以喺屋企整木樓梯啊。但再過幾日又發生咗另一件事，亦都係成宗案件後來最令人爭議嘅其中一段。Cochran 夫婦突然請晒附近嘅鄰居去佢哋屋企後院開燒烤 party， 而嗰晚佢哋準備咗好多肉，有漢堡扒，有燒肉串，有肉卷餅，各式各樣嘅肉，多到連啲鄰居都覺得哇，咁大方嘅。因為以前 Kelly 同埋 Jason 從來冇試過咁大手筆招呼大家，附近啲人都知佢哋經濟唔係太好，所以甚至有人心諗：邊度揾到咁多錢買咁多嘢招呼啊？當時大家只係覺得奇怪，但幾日之後，當大家再一次坐喺 David 屋企個火坑隔籬傾偈嘅時候，其中一個鄰居半講笑咁講咗一句：如果你哋真係做過嗰件事，我希望你哋唔會對我哋任何一個人咁做啊。 Kelly 聽完即刻反問：做過咩啊？跟住再講：你覺得嗰啲係 Chris Bob 啊？嗱，呢個 Chris Bob 其實係 Kelly 自己砌出嚟嘅字，英文 kebab 即係烤肉串， Chris 就係 Chris 個名，將兩個字串埋，意思好直接，就係將 Chris 變成烤肉。當時所有鄰居未必真係當一回事，但隨住案件越查越深，曾經參加過嗰場燒烤派對嘅人開始越諗越驚。有人後來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如果 Cochran 夫婦真係殺咗 Chris， 咁佢哋會唔會真係將屍體切開，跟住請晒我哋過去食呢？甚至有個參加過 party 嘅男鄰居話：記得當晚食嘅肉呢，啲味係怪怪地噶。佢哋話牛肉，但係牛肉邊係咁嘅啫，反而有啲似龍蝦或者蝦啦，散散地噶。Kind of like meat, like a lobster or shrimp, and it had the texture of it, like the soft firmness of it. It was like something I never had. Like, oh God, like no. 好啦，講到呢度一定要講清楚，關於所謂食人肉燒烤呢一部分，後來唔同 documentary 入面的確都有鄰居出嚟講過類似經歷，但警方最終並冇因為呢件事深入追查，正式起訴文件入面亦都冇將食人肉列為案件事實。所以到呢一步為止，呢場燒烤派對究竟食咗啲乜，冇人有確實證據。但警方之後喺 Cochran 屋企附近揾到嘅其他物件，就令到案情再進一步指向一個更加具體嘅方向。勞拉同埋私家偵探 Molly 將注意力放去 Cochran 屋企附近一個地方，一個叫做卡斯皮恩礦坑，嗰度其實係一個由舊礦坑形成嘅水庫。警方派出潛水員去到卡斯皮恩礦坑一帶搜索，冇幾耐，潛水員喺離岸唔遠嘅水底撈到一個用嚟燒垃圾嘅鐵桶，個桶外面用晾衫繩綁住咗一嚿水泥，好明顯目的就係增加重量，等個桶沉落水底。另一個住喺 Cochran 屋企附近嘅鄰居，亦都向警方講起2014年10月發生過嘅一件事。佢話有一日突然聞到空氣入面有一陣非常之難聞嘅味，嗰種味臭到呢，一世人都未聞過。因為實在太怪，所以行出去睇下咩事。結果見到 Cochran 夫婦屋企後院當時燒緊一啲嘢。警方根據呢啲線索推斷， Cochran 夫婦有可能曾經用呢個鐵桶處理屍體，同時喺屋企後院火堆燒毀其他證物，之後再將清空咗嘅鐵桶綁住水泥抌入礦坑水庫。
但呢個始終只係推測，因為個鐵桶長時間浸喺水入面，經過水流不斷沖刷，桶入面乜都冇剩低。警方完全冇辦法喺入面揾到直接證據，證明曾經有人喺入面焚屍。不過警方喺 Cochran 屋企後院個火坑入面揾到另外兩樣嘢，第一樣係一塊老虎腳嘅腳片，第二樣係一啲 Old Navy 牛仔褲嘅碎片。而 Chris 失蹤嗰日，正正就係着住同一款牛仔褲。再之後，潛水隊喺卡斯皮恩礦坑水底再撈到一件更加值得留意嘅物件，一支.22口徑步槍嘅槍管。但係槍管上面嘅序號已經俾人磨走咗，而屬於同一把槍嘅彈盒管，警方就喺 Cochran 夫婦屋企入面揾到。去到呢一步，呢啲發現的確令人懷疑 Cochran 夫婦曾經銷毀證據，但問題係 Chris 條屍仲係未揾到，亦都冇 DNA 直接證明呢啲物件同佢嘅死有關，所以警方距離真正證明到 Cochran 夫婦殺害 Chris 仍然爭好遠。好啦，去到呢個時候，州警仍然堅持自己原本嘅判斷。佢哋死牛一邊頸咁認為 Chris 失蹤同埋 Cochran 夫婦係冇直接關係嘅，甚至覺得羅拉一直啄住呢對夫婦已經太過執着。真正仍然企喺羅拉嗰邊嘅得返之前兩個私家偵探，其中私家偵探 Molly 就喺 Chris 架車入面提取咗一啲毛髮同埋其他證物。佢有個諗法，如果可以攞到 Kelly 同埋 Jason 嘅 DNA， 再同架車上面揾到嘅證物做比對，一旦吻合，最少可以證明呢對夫妻曾經接觸過，甚或可能揸過 Chris 架車。好啦，為咗攞到兩個人嘅 DNA， 羅拉特登飛去印第安納州，再請當地警方將 Jason 帶返警局。今次 Jason 坐上警車之後，當地警察已經留意到佢有啲唔對路。佢坐喺後座，成個人不停震，一路喺度飆冷汗，兩隻手不停扭埋一齊，一句話都冇講。去到警局，當個房門一開， Jason 見到行入嚟嘅人竟然係羅拉，佢成塊面即刻紅晒，成個人不知所措。羅拉一直有一個判斷，如果呢對夫妻真係有問題， Jason 嘅心理質素明顯比 Kelly 差，所以佢一直覺得 Jason 係最容易突破嗰一個。而羅拉原本想用一個方向去問，就係將 Jason 放喺受害者位置，希望佢會將責任推向 Kelly。但羅拉先啱啱開始問， Jason 即刻引用憲法賦予自己嘅權利，表示唔會答任何問題，並且要求律師在場。而差唔多同一時間， Kelly 似乎察覺到老公出咗事，電話一路打入嚟，不停咁響。最後警方索性連 Kelly 一齊請返警局。 Kelly 一見到羅拉，反應同 Jason 唔同，佢明顯表現到好嬲，態度非常有敵意，同樣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去到呢度睇得出，兩公婆一早夾定口供，如果警方再揾上門，大家都唔好亂講嘢。呢個時候，羅拉就用咗一個審訊入面常見嘅方法，佢望住 Kelly 講， Jason 全部講晒噶咯噃，我哋已經知發生咗咩事噶咯噃。咁當然梗係錯佢啦，實際上 Jason 乜都冇講，羅拉只係想挑撥兩公婆之間嘅信任。但係呢句令到 Kelly 開始懷疑 Jason 係咪真係出賣咗自己呢？羅拉成功攞到 Kelly 同埋 Jason 嘅 DNA， 再帶返鐵河市做比對，但係結果令人失望，兩個人嘅 DNA 同 Chris 架車入面揾到嘅證物唔吻合。好啦，冇屍體，冇直接 DNA， 雖然現場有大量疑點，但始終都係爭一樣，就係可以將 Kelly 同埋 Jason 直接同 Chris 嘅死亡扣埋一齊嘅證據。成單案嘅調查去到呢度又再一次棘咗喺度。Chris 嘅失蹤案亦都開始變成一宗冷案，但羅拉當時並唔知自己最後同 Kelly 講嗰句 Jason 全部交代晒噶啦，呢句可能真係喺 Kelly 心入面種低咗一粒懷疑嘅種子。2016年2月，一宗原本睇落同 Chris 失蹤完全冇關係嘅死亡事件，
令到呢宗查咗差唔多2年嘅案件突然出現咗一個完全意想唔到嘅轉折。2016年2月20號，印第安納州霍巴特，當地911接到一個女人嘅報警電話，電話嘅另一邊個女人講嘢斷斷續續，把聲震到非常。佢就話：我老公呢？佢塊面變咗藍色啊，冇呼吸，仲不停出汗，我需要叫白車啊！報警嘅就係 Kelly。當救護員去到現場， Jason 已經冇咗生命跡象。喺佢身邊嘅 Kelly 表現得相當激動，一路喊，情緒幾乎失控。Kelly 同醫護人員講， Jason 因為多年嚟都有嚴重背痛，最近開始食一啲好勁嘅毒品，希望減輕痛楚。醫生最初判斷 Jason 可能係因為海洛因過量而死。如果成件事去到呢度就完，其實未必有人會特別懷疑。因為喺當時嘅美國鐵鏽帶，一個長期失業、身體有病痛又有精神問題嘅中年男人，最後因為吸毒過量致死，的確唔罕見。所以 Jason 嘅死最初幾乎就係咁被當成一單普通嘅藥物過量事件。但係有一個人唔信，就係 Jason 一個好朋友叫 Walter。佢知道 Jason 死咗之後，第一個反應就係冇可能，因為據佢所知 ，Jason 的確有用大麻去減輕背痛，但係從來唔會掂其他毒品，更加唔似突然會去食海洛因。所以 Walter 之後匿名打電話俾 FBI， 同佢哋講，就話 Jason 呢宗死亡事件非常可疑。FBI 收到線索之後，再將資料轉交俾當地警方，而接手調查嘅警探叫做 Jeremy。Jeremy 決定安排法醫重新為 Jason 做詳細屍檢，唔驗猶自可，一驗成件事即刻唔同晒。法醫發現 Jason 唔係單純藥物過量，而係俾人殺死。佢條頸上面有明顯嘅勒痕，眼白亦都有出血。而法醫判斷 Jason 先俾人注射咗致命劑量嘅海洛因，之後再俾人勒住頸，最後窒息死亡。呢個發現一出， Jeremy 第一時間要查 Jason 身邊邊個最有可能接觸到佢呢？唯一一個就係佢老婆 Kelly。Jeremy 開始查 Kelly 背景，查下，竟然發現 Kelly 以前住喺密歇根州嗰陣，曾經因為另一宗男人失蹤案接受過警方調查，而且鐵河市警察局局長羅拉之前仲親自飛過嚟印第安納州，向 Kelly 同埋 Jason 提取 DNA。 去到呢度 Jeremy 先知同羅拉爭啲見過，只不過羅拉上次過嚟嗰陣 Jeremy 啱啱因為腳傷留咗喺屋企休養，所以當時兩個人冇碰到面。今次 Jeremy 主動聯絡羅拉，而對羅拉嚟講，呢個電話可能係佢追查 Chris 失蹤案接近2年以嚟第一次真正遇到一個完全理解自己諗法嘅同行。因為 Jeremy 睇完資料之後，同羅拉嘅判斷非常接近，佢一樣覺得 Kelly 有問題。羅拉收到消息之後，即刻飛大約400英里，由密歇根州趕到霍巴特，正式同 Jeremy 見面。兩個警探第一次真正聯手。之後一段時間 Jeremy 同 Kelly 至少傾過40次，有時係正式問話，有時好似普通傾偈咁，但當中大部分內容最後都會兜翻去一個人身上，就係 Chris。有樣嘢 Jeremy 覺得好明顯，當講起老公 Jason 點死， Kelly 可以講好多，不斷解釋，又會話老公係吸毒過量，但只要一提起 Chris 呢個名， Kelly 就突然變得好沉默，好似所有嘅嘢一去到呢個名就停晒，所以佢同羅拉開始轉用心理戰。Jeremy 之後設咗2個局，第一個局揾翻之前匿名向 FBI 舉報嘅 Walter 幫手。Walter 打電話俾 Kelly， 同佢講自己收到一封 Jason 死之前寄俾佢嘅信，而信上面寫住：如果我發生咩意外，幾個星期之後，請將呢封信寄俾鐵河市警方，唔好打開啊。Kelly 一聽即刻長嘆一口氣，跟住同 Walter 講唔好寄出去。I got a letter like
January 4th or 5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from him. The note says, if something were to happen to me, please send this in a few weeks to the Iron River Police Department. It's like I'm supposed to mail this, but I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Please don't. 如果 Jason 真係只係普通吸毒過量死，而 Kelly 亦都完全冇做過任何事，咁點解佢會咁驚一封老公留低嘅信呢？呢個反應令到警方更加確定 Kelly 心入面一定有啲嘢唔想俾警方知。而第二個心理局更加特別 ，Jeremy 留意到 Kelly 平時成日一個人去附近一個公園，佢會坐喺一棵樹下面張長凳，有時一坐好耐，睇落好似有好多心事咁。於是有一日 ，Jeremy 趁冇人走去嗰棵樹，喺樹幹上面刻咗幾隻好大嘅英文字 ，Chris is here， 意思係 Chris 喺呢度啊。佢想測試一樣嘢，就係如果 Kelly 再次見到呢句說話，會唔會以為係死去嘅 Chris 留低信息呢？甚至以為有某種超自然力量知道佢做過啲咩？結果 Kelly 下一次去到公園坐低冇幾耐，一抬頭就見到樹幹上面嗰句 Chris is here， 佢成個人即刻變晒，好似見到鬼咁，衝出樹林，跳上佢架皮卡車，瘋狂倒車之後高速離開。而就喺同一晚 ，Kelly 突然做出一個決定，佢主動聯絡 Jeremy， 話自己願意講全部嘢。當晚 Jeremy 坐喺 Kelly 身邊，一路捉住佢隻手，一路鼓勵佢講落去。最後 Kelly 第一次正式承認 Chris 的確已經死咗，而且係俾人殺死。但 Kelly 就將所有責任全部拱晒俾老公 Jason。佢話殺 Chris 嘅人係 Jason， 肢解屍體嘅人亦都係 Jason。自己事前完全唔知老公有殺人計劃，只係事後被逼幫手清理現場。按照 Kelly 講法 ，Jason 一直都係一個有暴力傾向、會虐待佢嘅老公。自己之所以一直唔敢報警，係因為驚 Jason 連自己都殺埋，所以事發之後佢先一直收埋呢個秘密。而當 Kelly 講到 Chris 條屍點被處理嗰陣，佢用咗一個非常之奇怪嘅字，佢唔係話分屍，而係話 downsize， 即係縮細尺寸。What happened to Chris? Downsizing. What? Downsizing. What do you mean by downsize? What did he do with Chris? Cut him up. Jeremy 好清楚 Kelly 呢種人隨時下一分鐘就可以反口，所以佢唔想等，當晚即刻要求 Kelly 帶警方去埋屍地點。只要揾到 Chris 遺體，無論 Kelly 講嘅版本係真定假，至少都可以證明佢真係知 Chris 最後去咗邊。於是幾個人當晚即刻出發，由印第安納州一路揸返去密歇根州。途中 Kelly 就坐喺後座瞓覺， Jeremy 就一晚冇瞓，一路揸車。去到第二朝大約7點幾，佢哋終於返到鐵河市。返到去之後 ，Kelly 帶住警方去到一個地方彭托加小徑。佢話 Chris 嘅遺體就係俾人抌咗喺附近一片樹林入面。警方隨即大規模搜索，但奇怪嘅係揾咗一輪乜都冇，冇任何可以證明 Chris 曾經埋喺度嘅痕跡。Jeremy 開始明白 Kelly 雖然已經承認 Chris 被殺，但佢講出嚟嘅內容仍然未必全部可信。所以喺冇辦法之下，佢唯有將 Kelly 帶返霍巴特，繼續同佢傾，希望慢慢令佢講出真正嘅埋屍地點。但之後發生嘅事又開始變得有啲奇怪，因為 Kelly 似乎慢慢對 Jeremy 產生咗一種特殊興趣。明知對方係查緊自己嘅警探，亦都知道自己講得越多風險越大，但係 Kelly 仍然一次又一次主動揾 Jeremy 傾偈。有一次 Jeremy 直接問佢：你點解仲要繼續同我傾呢？ Kelly 話：因為我俾你深深吸引咗啊。Jeremy 再問：我或者我嘅生活有啲咩吸引你呢？
Kelly 望住佢，你眼入邊有一種情緒，我喺自己眼入面都見過，但我唔覺得你自己察覺到。Jeremy 即刻問：吓，係咩啊？ Kelly 就話係悲傷啊。為咗令 Kelly 繼續開口， Jeremy 打蛇隨棍上，有時甚至會去公園、餐廳同佢見面。而 Kelly 似乎相當享受呢場心理遊戲。問題係佢嘅口供開始越變越多，一陣話 Chris 係喺床上俾 Jason 打死，一陣又話 Chris 係喺樓梯位俾 Jason 殺死。每一次講法都有少少唔同，但有樣嘢始終冇變，就係 Kelly 一直堅持自己係家暴受害者，對老公嘅殺人計劃事前完全唔知。嗱，我哋之前講過，Kelly 大學主修嘅正正就係心理學。佢曾經親口同 Jeremy 講：我識觀察同埋研究人，睇佢哋點樣行事，睇落有咩感覺，又點樣回應其他人。而 Jeremy 後來接受訪問嗰陣，就用咗一句幾重嘅說話形容 Kelly。佢話 Kelly 係佢一世人見過最識操控人心嘅人。2016年4月26號，Kelly 突然傳訊息俾 Jeremy， 話自己準備去西海岸，之後再一次失去蹤影。今次情況同之前完全唔同，因為 Kelly 身上已經同兩宗命案有關，一邊係密歇根州 Chris 失蹤案，另一邊係印第安納州佢老公 Jason 被殺案。所以喺呢個時候，鐵河市同埋霍巴特兩地警方同時對佢發出逮捕令。Jeremy 就繼續 send 訊息俾佢，目的唔係真係想傾偈，而係希望 Kelly 一開手機，警方就可以透過電話訊號追蹤到佢位置。而所謂去西海岸，原來又係一句大話。警方最後追蹤到 Kelly 匿咗喺肯塔基州一個親戚屋企。2日之後，警方正式將佢拘捕。今次被捕之後， Kelly 態度突然變咗。入到看守所冇幾耐，佢開始願意交代案情。而羅拉一直認為，真正令 Kelly 開始合作嘅原因，未必係良心發現，而係之前嗰封根本唔存在嘅信。羅拉後來話 ，Kelly 一直非常驚，唔知道嗰封所謂嘅信究竟寫咗啲咩。如果 Kelly 以為 Jason 死之前已經將真相寫晒落嚟，甚至將佢講成主謀，咁 Kelly 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趕喺警方見到 Jason 版本之前，自己先講一個版本出嚟。Kelly 最初仲想同警方講條件，希望用提供線索換取豁免權，但警方直接拒絕。而之後 Kelly 終於講出一個比警方之前估計更加離奇嘅故事。佢話自己同 Jason 結婚嗰晚，兩個人曾經訂立過一份所謂嘅婚姻契約。按照 Kelly 講法，呢份契約內容係，如果婚姻其中一方出軌嗰個人必須親手殺死自己嘅情人，如果唔做，就會由配偶殺死出軌嗰一方。Kelly 話，正正因為有呢份契約，加上自己擔心生命受到威脅，所以最後先會配合 Jason。去到呢度，佢對2014年10月14號晚發生嘅事，第一次講出一個比較完整嘅版本。當晚 Kelly 話自己受到 Jason 逼迫，用發生性關係為名，將 Chris 約到兩公婆屋企。Chris 到埗之後 ，Kelly 同佢發生性關係，而 Jason 一直匿埋喺地下室。去到中途 ，Jason 突然出現，手上攞住槍，對住 Chris 嘅後腦開咗一槍。Chris 當場中槍死咗。當晚 Jason 用老虎腳肢解 Chris 遺體。至於 Kelly， 佢堅持自己喺成個過程入面只係做咗兩件事：第一，幫 Jason 揾老虎腳條電源線；第二，用醫療鉗嘗試喺 Chris 已經破碎嘅頭骨入面揾翻粒子彈。處理完遺體之後 ，Jason 就揸住 Chris 架車，去到之前警方發現架車嗰個長途巴士轉乘站，將架車留低。而 Kelly 就揸住兩公婆架皮卡車跟喺後邊。之後兩個人再將裝住 Chris 殘骸嘅垃圾袋帶走，連夜去到彭加托小徑附近樹林，
將垃圾袋抌咗喺嗰度。嗱，Kelly 嘅講法同佢第一次承認 Chris 死咗嗰陣已經有明顯分別。第一個版本，佢話自己完全唔知道老公會殺人，只係事後被逼清理現場。但今次佢承認自己一早知情，甚至親自將 Chris 引到屋企。只不過佢仍然堅持自己係受到老公威脅，如果唔合作，死嗰個就會係自己。好啦，有咗呢份新口供之後，Kelly 再一次帶警方返彭加托小徑，但今次佢帶警方去嘅位置同上次有少少唔同，方向再向東少少。警方重新搜索，今次終於有發現。搜索人員喺樹林入面揾到一塊人類頭骨，頭骨上面仲有一個明顯彈窿。附近亦都揾到一啲裝喺垃圾袋入面嘅人體遺骸。之後經過牙齒比對，警方終於確認呢啲遺骸屬於 Chris。但更加令人難以理解嘅係 Kelly 帶警方去認屍嗰日嘅反應。佢成個人睇落相當輕鬆，一路喺度食煙，仲問警員攞 cheese pizza 同埋可樂。之後 Kelly 戴住手銬就坐喺埋屍現場附近，一邊食 pizza 一邊笑住回憶當晚肢解 Chris 嘅情況。而喺其中一段審訊片段入面，警方直接問佢到底邊個殺咗 Chris。Kelly 冇答，只係沉默，但佢又慢慢露出嗰個熟悉嘅笑容，嗰種笑係帶住幾分不屑同埋挑釁嘅笑。2017年初，密歇根州鐵縣法院 Kelly Cochran 涉嫌殺害 Chris Regan 一案正式開審。今次出庭作證嘅人一共有60個，包括 Kelly 以前嘅同事、朋友、鄰居，亦都包括之前提過曾經同 Kelly 有婚外情嘅 Eric。面對檢方指控， Kelly 拒絕認罪，佢仍然堅持自己一直以嚟嗰個講法，真正殺死 Chris 嘅人係老公 Jason。而 Jason 之所以會殺人，係因為妒忌。Kelly 嘅辯護律師叫 Michael， 佢主張 Kelly 都係受害者。咁多年婚姻入面，長期受到老公 Jason 家暴同埋控制，所以 Chris 被殺之後， Kelly 之所以會幫手肢解藏屍，唔係因為佢想做啊，而係因為佢驚。Kelly 最後更加親自上庭作供，將成件事嘅責任幾乎全部拱晒落已經死咗嘅 Jason 身上。按照 Kelly 喺法庭上嘅講法，兩個人成段婚姻期間 Jason 一直都有對佢使用暴力，甚至試過幾次用支槍指住佢個頭，威脅要殺佢。佢喺庭上話，佢將支槍指住我個頭，佢打算開槍殺死我，亦都打算殺死自己。當時佢就想喺嗰度完結一切啊。至於自己同 Chris 同埋 Eric 有婚外情呢件事， Kelly 冇否認到。佢話 Jason 知道之後非常嬲，而自己當時一直擔心老公會對自己不利。好啦，去到最重要嗰個部分， Kelly 嘅講法又變咗。之前佢向警方承認過自己事前知道 Jason 想殺 Chris， 亦都承認過係自己將 Chris 引到屋企。但上到法庭， Kelly 又改口，就話自己根本唔知 Jason 有殺人計劃，亦都冇刻意將 Chris 引去送死。按照 Kelly 今次嘅版本，2014年10月14號，亦即係 Chris 遇害當日，佢見到 Jason 同幾個朋友去咗水療中心，於是就叫 Chris 過嚟屋企幽會。兩個人之後開始發生性關係，點知去到一半 Jason 突然出現，然後從 Chris 後腦開槍。Kelly 喺庭上形容，我聽到嗰下槍聲之後，我同佢一齊碌落樓梯。辯護律師問得好直接，你哋一齊碌落樓梯嗰陣，佢係咪仲同你發生緊性關係？ Kelly 答係，當時做到一半。喺嗰場殘忍謀殺之後， Kelly 話 Jason 仲逼佢去煮飯，而 Jason 自己就留喺地下室，用老虎腳肢解 Chris 嘅遺體。Kelly 仲講咗一個相當得人驚嘅細節，
佢話當 Jason 切低 Chris 其中一隻手之後，竟然拎住嗰隻斷手對住 Kelly 揮咗幾下。Kelly 仲話嗰次係佢最後一次同我揮手道別啦。辯護律師再確認一次，係咪即係佢拎住 Chris 隻手同你揮手道別啦？ Kelly 話係。之後按照 Kelly 講法， Jason 將 Chris 嘅遺體肢解完，再將遺骸分別放入幾個垃圾袋。但 Kelly 就話自己當時拒絕幫手，亦都冇參與搬運垃圾袋，甚至喺庭上話我唔 care 佢會唔會即場開槍殺死我，總之我唔會搬嗰啲袋。辯護律師就問，點解去到嗰個時候，你連佢會唔會殺你，你都唔 care 呢？ Kelly 就話因為我阻止唔到 Chris 被殺，但我唔容許佢好似垃圾一樣俾人處理啊。至於點解最後又會幫 Jason 藏屍， Kelly 就話因為 Jason 威脅，如果唔幫手將遺體帶去彭托加步道附近嘅樹林，佢就會用酸液將 Chris 條屍溶咗佢啊。所以 Kelly 話自己最後先至妥協。而對於自己過去咁多次向警方講大話，同埋幾份口供前後矛盾， Kelly 就將原因歸結為內疚。Kelly 話因為如果 Chris 當初冇識我，如果佢冇同我一齊，去到最後就唔會出事，今日仍然仲喺度啊。後來佢接受 ABC 訪問嗰陣，又再講出另一個版本。今次佢話案發當晚自己其實俾人綁住，只可以喺隔籬眼白白睇住 Chris 被殺，再被肢解。而前警察局局長羅拉聽到呢個版本之後，反應相當直接。哇！我真係第一次聽講佢俾人綁住。唉，呢個係佢個 game 嚟噶，只要佢繼續做戲，佢可以一直玩落去啊。嗱，辯方一路將 Kelly 塑造成一個長期被家暴、受到老公控制嘅女人，但檢察官 Melissa 就完全唔接受呢個講法。警方之前訪問過兩公婆身邊嘅親戚朋友，根本冇人聽過 Kelly 被 Jason 家暴過。更加重要嘅係 Kelly 喺承認 Chris 被殺之前，亦都從來冇向警方提過自己係家暴受害者。相反，根據身邊人對兩公婆嘅描述，喺呢段婚姻入面比較強勢，習慣做決定，甚至控制局面嗰個，一直都係 Kelly。好啦，如果係咁，即係 Kelly 有份殺 Chris。咁 Kelly 點解要殺 Chris 呢？檢方提出嘅動機就係因愛成恨。因為去到2014年秋天， Chris 已經決定搬去北卡，有新工作，有新生活，亦都冇打算同 Kelly 維持一段長期關係。檢方認為真正刺激 Kelly 策劃殺人嘅就係 Chris 準備離開，亦即係佢知道自己將會被拋低。而檢方仲特別指出 Kelly 大學期間曾經修讀過法醫學相關課程，所以檢方認為佢有能力利用自己學過嘅嘢，參與策劃案件、處理現場，再掩蓋犯罪痕跡。另外，檢方亦都提醒陪審團，按照密歇根州嘅共犯責任原則，即使最後真係 Jason 開嗰支.22口徑嘅步槍，只要 Kelly 曾經協助、教唆或者參與策劃，法律責任亦都係一樣。換句話講，今次審訊最重要嘅根本唔係一定要證明究竟係 Kelly 定係 Jason 親手開過一槍，而係要判斷 Kelly 係咪一早已經參與成件事。好啦，成個庭審一共持續咗2個半禮拜，去到結案陳詞，檢察官鮑威爾面向陪審團講咗一段之後廣為流傳嘅說話，大概意思係2名被告因為鮮血綁埋一齊，而 Chris 就死喺呢灘血之中，希望陪審團撥開眼前嘅血色迷霧，對被告作出有罪裁決。之後陪審團退庭商議，只係用咗3個鐘，最後裁定 Kelly 包括1級預謀殺人罪在內，所有控罪全部成立。法庭判處 Kelly 終身監禁，而且冇得假釋。Chris 嘅前女友 Terry 後來接受紀錄片訪問嘅時候話，佢根本冇辦法想象 Chris 以前竟然會同 Kelly 發生關係，
因為 Kelly 喺法庭上面望人嗰種眼神令佢覺得好心寒。去到呢一步 ，Chris 單案終於喺司法上面有結果，但 Kelly 身上仲有另一單命案，就係老公 Jason Corcoran。所以喺 Kelly 因為 Chris 案被判終身監禁之後，檢方即刻再處理 Jason 被殺一案。Kelly 之前一直否認自己殺咗老公，但去到2018年4月，佢突然決定接受認罪協議。根據協議 ，Kelly 承認殺咗 Jason， 而檢方就唔再尋求死刑、終身監禁，亦都唔會再追加其他控罪。好明顯 ，Kelly 對第二次正式審訊冇乜信心。如果再一次俾陪審團判有罪，佢可能會面對更加嚴重嘅刑罰，所以最後選擇認罪。而今次 Kelly 終於親口交代老公究竟係點死。佢承認自己先向 Jason 注射過量海洛因同埋其他毒品，之後一隻手鏈住 Jason 條頸，另一隻手揞住佢口鼻，直到窒息死亡。其實根據案件資料， Kelly 注射俾 Jason 嘅海洛因份量本身足以致命，只係 Kelly 等唔切，最後再親手將佢窒息。而偏偏就係呢個多餘動作，先至令到法醫喺 Jason 頸部同埋眼白發現異常，繼而揭穿所謂吸毒過量死亡嘅講法。至於殺老公嘅動機 ，Kelly 就話係為咗幫 Chris 報仇，因為喺佢口中 ，Chris 係佢生命入面唯一美好嘅嘢，而 Jason 就咁將呢樣嘢奪走咗。好啦，翻返羅拉呢邊，佢仍然唔信，因為追查 Kelly 2年之後，羅拉已經知道佢錄口供嘅模式就係真真假假，幾句大話入面夾住少少真話。羅拉自己反而有另一個推測，佢一直記得自己當年曾經Kelly，Jason 已經全部交代。羅拉懷疑就係呢句說話開始令 Kelly 懷疑自己老公，因為 Kelly 知道 Jason 心理承受能力比自己差，亦都比較容易俾警方突破。如果有一日 Jason 真係頂唔住，將 Chris 單案全部講晒出嚟，咁對 Kelly 嚟講 ，Jason 就會變成一個最大隱患。所以羅拉認為 Kelly 後來殺老公真正原因唔係報仇，而係殺人滅口。最後，印第安納州法官就 Jason 被殺一案再判 Kelly 65年監禁。判刑嗰陣，法官亦都直接批評 Kelly 一直試圖將 Chris 被殺嘅所有責任全部拱晒落已經死咗冇辦法再為自己辯護嘅老公身上。而法官最後形容真正嘅怪物其實係 Kelly 自己。之後 Kelly 提出嘅所有上訴全部被駁回，亦即係話佢餘生都會喺監獄入面度過。但案件去到呢度，其實仲有最後一個疑問，因為 Kelly 曾經唔止一次向警方聲稱 Chris 同埋 Jason 可能根本唔係佢唯二嘅受害者，因為至少有2次 Kelly 親口同警探 Jeremy 講過，自己以前仲犯過其他命案，而且受害者可能分散喺美國中西部唔同地方。更加奇怪嘅係 Kelly 仲曾經同 Jeremy 講，自己每殺一個人就會喺身上紋一隻蝴蝶，而佢身上最後一共有16隻蝴蝶紋身。當然佢可能吹水，有咁多隻蝴蝶唔一定殺咗咁多個人，但由於呢句說話係由 Kelly 自己親口講出嚟，所以警方自然會繼續追問。喺其中一段審訊片段入面 Jeremy 直接問佢，你真係殺咗10幾個人？Kelly 聽完，嘴角再次露出嗰種大家好熟悉嘅笑，之後好淡然咁答：唉，21個咯。但問題係 Kelly 講嘢一直都係真真假假，所以21個呢個數字究竟係真，定係純粹又係佢想操控警方製造神秘感？不過更加令人留意嘅係，唔單止警方懷疑，連 Kelly 自己屋企人都曾經懷疑佢可能仲涉及其他命案。Kelly 親細佬接受警方問話嗰陣，就話自己同屋企人一直都有一個懷疑，家姐可能殺過唔止2個人，甚至可能係一個活躍過一段時間嘅連環殺手。
警方問佢，如果真係有更多受害者，你估大概有幾個呢？佢就話應該最多有9個啊。而當年負責起訴 Kelly 嘅鐵院檢察官 Melissa 亦曾經喺法庭文件入面寫過， Kelly 主動承認多宗涉及人命嘅案件同自己有關。如果以上所有嘅嘢屬實，咁佢唔只係一個殺人犯，而係一個連環殺手。Jeremy 同羅拉兩個人後來都認為喺 Chris 之前 Kelly 的確可能已經殺過其他人，只不過 Kelly 自己講出嚟嗰個數字，佢哋覺得好大機會有誇大成分。而最吊詭嘅係，當有紀錄片後來去監獄訪問 Kelly， 再問翻佢係咪真係殺過其他人， Kelly 又完全改口，佢否認話自己根本冇殺過其他人，甚至仲形容自己係一個好人，話自己從來冇傷害過任何人。所以直到今日，除咗 Chris 同埋 Jason 兩單已經被司法確認嘅命案之外， Kelly 究竟仲有冇其他受害者，仍然都係一個謎。而成單案入面仲有一段後續，就係一直追查 Kelly 嘅羅拉。2016年12月，因為同市政府領導關係不和，羅拉冇咗鐵河市警察局局長呢份工。但另一方面，佢亦都因為呢單案識咗 Jeremy， 兩個人當時長時間一齊分析案情，慢慢由同事變成朋友，再由朋友變成戀人。而 Kelly 正式被判入獄之後， Jeremy 亦都向羅拉求婚。Jeremy 後來亦都講過， Kelly 一生入面曾經愚弄過好多人，但係除咗羅拉啊。結婚之後，羅拉搬到去印第安納州同 Jeremy 一齊生活，亦都繼續從事犯罪分析相關工作。去到2024年，兩公婆更加成立咗一間私家偵探社，除咗幫客人處理案件之外，佢哋仲會翻查當地一啲多年未破嘅懸案。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想知 Kelly 以前講過嘅嘢究竟有幾多係大話，又有幾多可能真係指向一啲從來未被發現嘅受害者。由2014年10月，一個男人突然失蹤，到2年後，另一個男人離奇死亡，最後警方先至一步一步將兩宗原本分隔2個州份嘅案連埋一齊。Chris 架車上面嗰張便利貼，天花板洗唔走嘅血跡，半夜傳出嚟嘅電動工具聲，一場被鄰居記住好多年嘅燒烤派對，再到嗰句刻咗喺樹上面嘅 Chris is here。 如果當年羅拉同其他州警一樣，一早將 Kelly 同埋 Jason 排除，又或者 Jason 死嗰陣冇人再多問一句 Chris 究竟發生過咩事，真相可能一直都唔會有人知。至於 Kelly 口中嗰21個人究竟係真定只係佢最後一次操控其他人嘅遊戲，去到今日仍然都係一個謎。 Snow covered every road we knew. Smoke hid the things we couldn't undo. We made a promise dark and deep, one lie to hold, one truth to keep. I thought a secret made us strong, but silence only lasts so long. The closer that you stood to me, the more I feared what you might see. The secret we kept was keeping us apart. We buried the truth, but it grew inside our hearts. One disappeared, one couldn't be allowed to speak. We thought love made us dangerous, but fear made us weak. The secret we kept
left wondering who would cross the line. Two people bound by one mistake, until one heart had to break. The secret we kept became the air we breathe. We killed the truth, but the truth refused to leave. One disappeared, then one more fell asleep. We thought we owned the silence, but silence owned us The secret we kept was never ours to keep.